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17，旧历的5月30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个警察掠逃走的移工，互对方来抬吊伤。警方掌握到一个因为毒品甲妨害自由、互通缉的移工，常常伫个新竹湖口工业区咧行大，昨出动甲围捕。伫个掠人的过程中，有一个警员互移工压倒甲抬吊伤。 然后，这个移工就拼命走，走到隔壁栋上尾楼的水塔密起来，密4点真久。啊，等人一个现身，马上互便衣的警网甲砍起来。社区的停车场内穿蓝色衫，这个查甫人赶紧要走去楼尾顶，佫想要锁门，想要摆脱警方的追捕，也毋过伊早就被包围啊。有5-6台警察车将规栋大楼围住咧。 原来这个查甫人是被通缉的一个姓丁的越南籍移工。好，新北市警方掌握被行踪了，落南到新竹湖口来掠人。追捕的过程中，这个移工唔但举刀啊抬伤朋友，姓陈的警察组正面暗棍啊，嘛互伊画一条差不多20公分长的空嘴，加在不去危害到性命。很多流血出来，很深的，里面跟外面。 牙就掉了，牙齿也掉了，这样。这个姓丁的嫌犯，秘伫隔壁栋的大楼的水塔，伫密4点钟，伊当作讲警方用铁条一个出现，就互人掠起来。伊会想要走，拢是因为伊捌犯毒品甲妨害自由罪，和警方通缉。邓显为追讨债务，限制妇女行动，必力向其前男友追讨债务。 经查，妇女已经自行脱困，攻击警方后，朝身后住居所顶楼逃窜，并跳至隔壁大楼顶楼的水塔内藏匿，逐层搜索，并将其逮捕。这个嫌犯已经落网，不过伊也都抬上远镜，这恐惊的佫加一条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